各位弟兄姊妹、親戚朋友，又到咗口水多過茶嘅時間啦嚇！口水佬啊，到而家仲未賣過一粒陳皮梅同呢個飛機欖，希望你哋今日買多啲啦。咁啊，今日所講嘅題目係咩呢？就係因為聖誕節就嚟到啦，咁啊講翻啲關於聖誕節嘅嘢。咁啊呢個講咩呢？咁啊首先呢，我所講呢就話東方有幾個博士，呢幾個博士呢就係中國人。咁啊，現時嚟講咧，好多啲西方嘅神學家或者就算好多牧師啊，咁啊佢都係睇咗西方嘅嘢咧，咁啊即係認為啦，呢幾個博士咧，通常係喺即係波斯啊或者其他國家嚟，咁啊口水佬咧就完全唔同意佢嘅睇法，咁啊所以咧就口水佬咧就有啲幾個嘢咧，就即係我哋有幾個講出有幾個問題嘅時間咧，你大家研究一下睇下。佢哋所講嘅可能性咧，定係口水佬所講嘅可能性邊個大？係咪？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就睇睇個背景啦。咁啊，背景咧就喺記載喺馬太福音呢本歷史書，因為馬太咧將當時嘅歷史記咗落嚟。咁我哋睇睇呢本歷史書點講啦。馬太福音第2章第1節，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裏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嘅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大的伯利恆。因為有記者記着說：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位君王要從你那裏來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暗暗招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係嘛？即係話你幾時睇到呢粒星嘅咁係嘛？他就差他們前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看見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走在小孩子的地方，就上前停住了。他們看見那屋就大大的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母親瑪利亞，就俯伏在那小孩子，揭開寶盒乳香，拿黃金乳香沒藥獻給他。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到本地去了。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中顯現，夢中顯現說：起來，帶着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那小孩子，要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着小孩子和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要應驗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招我的兒子來。希律聽見被博士戲論，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四周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向博士仔齊仔細查問的時候，凡2歲以下的，凡2歲以內的，就都盡殺了。咁啊，這就應驗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在拉瑪聽見了哭號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我哋就讀到呢度嚇。OK。咁啊，首先嚟講咧，呢度呢一段嘢嚟講咧，就講俾你聽咧。有幾個博士係從東方來 ，OK？ 呢度咧就第一點嚇，呢度我哋睇得好清楚，有幾個博士係從東方嚟嘅耶路撒冷 ，OK？ 咁啊呢度呢個有我哋睇到第一點。咁啊第二點咧，我哋要知道咧係咩咧？佢哋咧就攞咗咧黃金、乳香、沒藥禮物，係咪？咁啊呢個第二點係嘛？我哋再睇睇有寶盒嘅黃金、乳香、沒藥，呢個係第二點嚇。咁啊第三點咧，我揾咩咧？
就係佢個走呢個幾個博士咧，走呢條路嚟見耶穌嘅時間咧，需要幾耐嘅時間咧？咁我哋再睇睇啦。咁啊，希律咧就係按照博士來細問咩啦？你幾時候睇到嗰粒星嘅？係咪？咁啊，根據呢幾個博士話嘅時間咧，後來咧佢咩啊？要將2歲以嗰啲男孩咧都殺晒啊！2歲男孩咧都殺啦啊！咁啊，換完一句話嚟講咧，一程路啊，即係 one way 啊，從呢幾個博士嘅地方走咧，嗰陣時你記得冇飛機、冇車、冇成係走路或者騎馬、騎駱駝或者騎豬、騎牛咁啦嚇。咁啊，通常我諗咧都係騎駱駝噶啦，係咪？咁啊，即係呢個單一程路咧，2歲以下即係2年。咁你睇到咧，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個咧進咗房子咧，佢係見到小孩子而唔係嬰孩啊，所以好多時咧你喺呢個聖誕節嘅時間咧，有馬槽啊，又有個BB 喺度話耶穌出世，呢個話有幾個博士去到佢嗰度，咁完全係錯誤嘅睇法 ，OK？ 因為呢度睇到嘅咧係已經係小孩子啊，唔係嬰孩啊，所以睇到呢度咧，我哋知道咧好多時咧中國人嘅地方或者好多地方咧就講到咧耶穌生喺馬槽裏邊咧，有幾個博士咁即係嗰個先係咁。其實咧呢個係錯誤。當博士嚟到嘅時候咧，佢已經唔係嬰孩，小孩子係2歲噶啦。OK， 係咁啊，睇睇點解我話係呢個中國人而唔係咩？我哋睇睇啦，點睇咧？呢度咧就係呢個世界嘅地圖喺度，咁我哋睇睇啦。咁啊，呢個世界地圖咧，就呢度咧就係耶路撒冷，係呢個耶路撒冷嚇，就係呢度嘅地方。咁你話古代個國家有幾多咧？咁上邊咧就係呢個叫做 Assyria 嚇，而家下邊呢啲咧叫做而家呢度係大約係即係古代嘅巴比倫國嚇，印度啊嗰啲古國嚇，咁啊喺度。你話嗰個國家埃及係喺耶路撒冷嘅西南方，而即係嗰個叫做 Assyria 咧係喺耶路撒冷嘅東北方，印度係喺呢個耶路撒冷嘅東南方，而呢個叫做當時嘅所謂嘅巴比倫或者咩嘅時間咧，或者波斯咧，就喺呢度嘅地方嗰啲時間咧，就係喺呢個耶路撒冷嘅又係差唔多東南方咁上下。咁你可以話所以咧好多咧嗰啲神學家咧就話咧就係即係波斯啊，即係呢一帶喺呢一帶嘅地方嚟。本人咧口水佬就絕對唔同意嘅睇法，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一程路要走2年，喺呢度行過去咧唔需要2年咁嘅時間。咁口水佬咧話係中國嗱，由呢度咧行到呢度咧就係差唔多2年。第一，佢話係耶路撒冷嘅東面，你睇下古老文明嘅國家，大約係即係嗰陣時間咧，你睇下條直線直線係中國。咁呢度係咩咧？係古代嘅長安，即係現時中國嘅西安。咁喺耶穌出世嘅時間咧，大概咧係西漢嘅時代。你要知道口水佬冇乜學識嘅就係小學未人考過會考，所以講錯咧就請你哋原諒嚇。咁耶穌出世嘅時間咧，大概應該係大概係西漢嘅時間，係差唔多漢高祖嘅時間。咁長安咧，黃金乳香沒藥呢幾樣嘢有嘅，咁我哋即係要解釋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中國人咧去探望人嘅時間咧，佢唔會兩手空空帶，即係好似帶兩梳蕉咁去嘅。當場咧，有時係貴族，即係啲人咧係尊貴嘅咧，通常咧帶啲
即係貴重嘅禮物啦，即係好似黃金啊呢啲咁嘅嘢啦。乳香沒藥呢啲係中藥嚟嘅，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中國喺長安嘅時間咧係有。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嗰個國家要識星術喎，係嘛？咁啊，你知道咧中國咧已經應該喺西漢嘅時間已經係有星術噶啦，係咪？有星學啦，係嘛？咁好似話睇到有帝王星暗達啊，有咩咁啊？咁啊，另外咧仲有一條咁你點行路去咧？嗰陣時咧，中國咧已經有一條路咧叫做絲綢之路，所以咧就係即係同呢邊咧就係就做生意啊。關於有絲即係走私啊，即係走私嚇走私嘅生意。咁啊嘅所謂絲綢之路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係呢度有幾點嚇。咁啊，所以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綜合嚟講咧，時間要有2年時間。要有呢個有星相學嘅研究，中國係有喺長安係嘛？咁啊第又有喺東方，喺正中國嘅喺正耶路撒冷嘅東方係喺中國，呢條路走2年係嘛？中國人嘅習俗應驗咗，嗰個時間亦應驗咗，嗰個direction 即係個方向亦應驗咗。喺呢綜合呢幾樣嘢嚟講咧，所以咧口水佬咧就話咧，東方嗰幾個博士咧就係中國人。我哋中國人好醒噶，一睇到啦，哇嚇！即係呢粒星咧同嗰粒星啊唔同，咁啊點解唔同咧？因為呢粒星咧同其他嘅嘢唔同，所以呢幾個博士咧就從東方嚟，就係咁解啦。所以呢個咧就係口水佬所講嘅東方嗰幾個博士咧。就係中國人，咁又係若果你哋嘅唔同意嘅時間咧，咁即管發表下你哋嘅意見係或者口水佬講嘅時代唔啱啊，唔係西漢或者東漢，其實應該係西漢噶啦 ，OK？ 咁當漢高祖滅咗秦始皇個時代咧，咁應該啲人咧就即係生活豐庶啲、富裕啲啦，係嘛？咁就或者比較自由啲啦，所以咧就有即係呢啲咁嘅嘢嘅時間咧，就有呢個好容易買到或者咩咁啦，係嘛？咁應該咧呢幾個博士咧就唔係劉邦啊，或者嗰邊即係漢高祖嗰邊從皇室嗰邊送過去嘅，應該就因為當時咧若果記得清楚咧，西漢嘅皇宮好似唔係喺長安，因為咧長安係應該係呢個秦始皇嗰度，已經應該而家秦始皇個墳都喺嗰度啦。咁應該咧係喺秦始皇嘅竇秦始皇嘅竇喺嗰度喺西安。咁若呢個咧西安或者係咩其他地方咧？咁大家咧大家研究因為聖經亦冇記載話係喺西安，不過係口水佬講。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咧就西安嘅時間咧就係古老嘅國家咧就係喺呢個嘅東方可能係北京嚟定我唔知道啊。即係總言之咧，我覺得咧即係口水佬覺得咧就應該咧喺中國呢個地方嚟噶啦，喺呢度嘅地方。然之後咧佢係喺中國嘅東方，正如我所講嘅。印度係東南方，亦唔需要走2年嘅路Syria 喺呢邊亦唔需要走2年嘅路，係東北方。咁若果係呢邊嘅時間咧，聖經有錯誤啦，因為佢係東南方、東北方而唔係東方，係嘛？咁對於嗰啲聖經無誤嘅人咧，咁應該咧就由任你點樣睇法，都喺中國。無論你話喺呢度都係中國，因為中國呢個領土喺呢度嘅時間，所以咧即係應驗咗咧喺嗰個方向咧喺東方咧，你嗰個國家一定係中國，呢個冇得走雞㗎啦。咁第一呢個就第一咁路程要走2年，呢個亦係頭先我已經喺聖經嗰度呢個嗰叫馬太福音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係嘛？咁所以咧就係希望大家各位發表下意見。咁口水佬咧就講到呢度嘅時間咧，
又去買飛機欖同陳皮妹啦。咁啊，希望咧你哋各位咧慷慨解囊，多買2包。講得唔好嘅係咁意打上100-200蚊，好講得好嘅係咁意打上300-500萬，係咁先，下次再談，拜拜。